跳了，吉祥祝福，还有，哎，今天说跳音乐出门。这一串，这里。你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呀？他2个月，等2个月。只2个月。半年嘛。他等他明年3、4月份他都不做。哦。3月份。这才几月嘛？这才1、2个月，我们那边的。哦。他都老说3、2个月。就是我上上，他每年都是。等知道土地。人太多了，不是小孩太多了，人太多了。
下拍呀，放地下拍他们。这角度太高了，然后放地面拍好一点，角度好一点。每天都会来呀，来2、3个月吧。这个是谁？一大堆。马上就结束了，这跳完就结束了。马上这个就没有了，9点半了的嘛。没有了吧？最后一首。收了，9点半了。还跳吗？还跳一下。跳一个，跳把酒喝了，请我酒，请我酒，快点。本子。喝茅台吗？请我酒。请我酒喝了。不要跳，不想请他们好的不会。这是。好的不喜欢做那个动作，那个像猫那种动作不好看。对，那个不好看。男的不跳那个，女的才喜欢跳那个。所以不想请好多地方没跳那种。对啊。很多地方没跳。好了，你看好了都不会跳，反正一直都不跳，都不跳了，他那黑。
你拍的有的终也是我的。来那个信息最讨厌，他这不好。微信的信息了，信息这个不舒服。好多的不行了。看到这个他要想笑。哦，对，他也一直想到的。好，拍了的，拍了的。把他这个跳完了没有？这个歌我等会儿剪掉，这个是还这个其实我把拍都拍下来。我又拍那个，结果看不见了。现在可以拍点花絮，都不想走哎，都还想跳。还没跳过瘾一些，还没跳过瘾啊，就快到时间了。要摸头，要摸头。我都喜欢小朋友啊，我喜欢小朋友。几年了？小几年？我星期四，就星期五。我走了。哎呀，你要在哪？在那边唱吗？我刚唱的。我等下要去给你家人的海滩。可以，你们可以出去。你要错，你先给他你的家人，然后给他说一声。姐姐，我确实是你。给他买一个我也介绍。可以介绍啊？没有好冷不冷啊？那8度我不觉得很冷啊。我觉得这儿还不是。那个，我就给你买茶。我给你添我一杯奶茶。哦。把那个花走过来。啊？我奶茶呢？这等一下，我们去买，陪上我去买。这俺的快去买。还拍视频啊？还拍视频？相机没带。真的？没带。我昨天没倒台镜的，然后就这个，我以为今晚上带了相机呢。你不是要拍吧？自己。你要没带了相机。没带相机就完了。哦，手几个？我在这里的。这儿。谢谢。你可巧是的。你往下面压，了这就可以了。谢谢丽姐。他不关灯的话，那儿还都不走，走的都皮吧。都有合影了嘛？都有合影那些。啊，怎么装？走。哦，这里有盘我考过啊，我考忘了，好像在那里边。没事，你明天我带过来嘛，明天我早上我再考一点的过去。你没考，我没回家那个时候。我把这个回来。没有时间带过来嘛。好的，没事。有点重，应该反正我提不了多远，应该提到50-60米就要休息一下，应该有20多斤左右吧，17、18斤左右。这个的主人还不来吗？怎么没来电了？这个的主人还不来吗？我给你转。
好热了。你摄像机带了吗？这不是啊？那个我们去那边拍一个哦视频。，好嘛，来吧。你和卓玛出永贞吗？3个吗？啊。还有嘛？这边这花可着那这不是个这个。现在温度啊7度左右吧，三个不用。但是感觉温度很低。这就是烛光嘛，烛光晚餐。现在温度多少度？现在5度，5这个是5度。只有5度。直接带回家。哦，今天周末吹2个花了嘛，有2个，有小的，有大的，香不香嘛？哪个香的？香不香？香不香？都是这种白花的，我是玫瑰，都差不多啊，你看都是一样的哈，都差不多。反正有的真鲜花的都是很香的。这过去了，老地方过去了，这个过去了。你喜欢吃啥子零食啊？零食啊？上面什么都喜欢吃。就巧克力那些吃吧，好嘛，明为2个1准备，一个。